加拿大會唔會重新歡迎海外買家返嚟？當樓價太高，所有人都擔心，政府想辦法幫市場降溫。當市場開始降溫，政府又要諗辦法恢復市場信心。幾年前好多人認為海外買家推高咗樓價，於是喺加拿大推出海外買家禁令已經延長至2027年1月1號。但最近咧，聯邦政府開始研究未來應唔應該調整呢項政策。今次討論嘅重點咧，並唔係重新開放二手市場，相反，政府正研究一種類似澳洲嘅做法，將外國資金引導去新建住宅項目。因為加拿大依家面臨最大嘅住房問題，可能已經唔再係需求太多，而係供應不足。好多發展商咧都面臨融資困難，部分項目延期，甚至被迫取消。咁問題嚟啦，如果外國資金可以幫手起更多屋，你會唔會支持？會幫助增加房屋供應，定係會再次推高樓價？歡迎喺留言區分享你嘅睇法。